我可能是第一个福建晋江真正公开鞋子成本的老板娘了吧？你知道吗？像你去商场买的一些这个数的鞋子，在我做鞋的源头工厂这一边真的没有那么贵的，不相信是吧？像这一双来自杜莎雷卢的，找了我工厂给他做的品牌代工，就这双鞋摆在外面任何的欧货名品店，没有这个数你都很难买得到。不相信是吧？你看一下，整双鞋的做工用到了孟加拉的纳帕小软皮，这种皮料是迈巴赫的御用皮料，耐磨耐刮，防风防油污，脏的毛巾一抹就干净的又好打理。雨花石的鞋面搭配上了小金边，更显奢华。内里加绒加厚，鞋口加高了2公分，高帮的鞋子它可以保护到你的踝关节位置不受冻，为北方朋友量身定制的棉鞋，穿到北方零下的20-30度完全不在话下。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双好穿不贵、性价比高的品牌鞋，不妨今天来我源头工厂了解一下，一双都是工厂惊喜价。